技能高中站。我们叫子宫腔那就是怀孕的小 baby 在子宫腔里面长大好，那两侧都有输卵管，这边有输卵管。我们109年就是今年世界2专的入学考试，卫生物理队我们全国第1名，就是我们的郑嘉文考了476分。值得一提的就是前10名都在我们学校。那我们学校呢，因为是发展这个卫物类的类科，一进来以后，我们学生都要求他比较安静，静下心来。照着学校的脚步，我们全校的老师都会很认真在指导他们这方面去发展，所以是考得很好。我们今年已经第12年全国的榜首，都在我们学校。这3年的努力有了回报，然后也很开心，没有辜负这一路上所有支持我，然后帮助过我的师长和家人。读书的方面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会的地方要马上弄懂，就是不要拖延，然后还要看历届试题，然后抓到出题的方向，一定可以拿到理想成绩。因为我的爷爷是因为癌症过世，所以我看着他这样看着许多病人这样，所以我想说要研发更多药物去造福更多的人群。除了学校的老师细心然后耐心的教导以外，然后也要学会自主的学习，自己努力。技能高中站。